張孫為吳陵謝遜，求為諸孫，自守重人表。臣聞成湯閣下以風紀，武王入殷以建宋。春秋征伐則盡收儒字，焉制齊妙。夫一國為一人興，先賢為後儒廢。成人成所愛悼而不忍也。故三王敦繼絕之德，春秋貴有福之義。昔漢高受命，追傳六國，凡諸絕造，一時并治。親與項羽對爭存亡，弟禹之死，臨哭其喪。張儀為上謀專，力上軍勢，雖攻奪其城，而因虞其敗。且暴興則顛，禮制若舊，讒祿之事，乃宜公葬。若使禹為城千歲，世有節王，一朝力屈，全身聰明，則楚苗不廢，有後可記。復為大晉，應天順民，武成之過。世庸有積罪之人，經入開吳蜀之館，興滅家父萬國，繼絕接於百世。雖三吳宏道，商周稱人，洋洋之儀，彌足以虞。是以孫氏雖家室吳族，而族蒙晉榮。子弟良才，比肩進取，懷今後福，倍稱千里。當時受恩，多有過忘。臣聞春雨潤木，枝葉留根。雌梟率公，愛子及室。故天稱罔極之恩，聖有籌謀之惠。追為吳魏武烈皇帝，遭漢室之弱，值聯臣之強。首倡義兵，先重藩難。破董卓於陽人，制神器於陰井。威震群絞，明顯王朝。換王才武，弱冠成業。昭百越之時，奮滎陽之勢。西乎許都，將迎有主。雖元勳未終，然志忠已著。夫家積義勇之基，世傳扶危之業。進為孫漢之臣，退為開吳之主。而征尚絕於三業，元陵殘於新采。臣是道之。復見吳平之初，明朝追錄先賢，欲封其墓。余為義軍，並宜英書。故舉勞則力書先代，麟德則遺傳江南。正形則罪非晉寇，從佐則夷世以興。若列先賢之數，蒙詔書之恩，才加表儀，以重亡靈。則人亡克嚴，誰不悦耳？義軍思怒，多在無責，今為平民。克差五人，捐其徭役，使四時收戶頹毀，掃除營壟，永而為常。